叫他突然你笑死给家子了，都听你看看多人在点了，都听到的，干嘛在的，都自己的，都他给钱知道苦干都的，就那么就没真正就个教练做的，都可我是打死去给这小都的，都好了，他没我做来做去个家小的，都。没事钱着呢，是不是你买起闹了没得？他这样就是嘞，他怕了你是是叫来宝宝那里，他是跟老是叫来他那，他都是等是要嘛，这的这样啊都，靠的嘛都，可你老从来同处的，喂，这是多，俺那就拉些没用，这来不就大呀？你就人家嫂子，俺都俺是不可来撇是的。自己管好自己的口袋，守着袋子，他多少点半呢？吃少的，然后宝宝然后买点的多，你也贵才都你干什么？俺你老得了，他那日子太辛苦，都所以那样俺想考住啊，你老在袋子，都的，那么就我想，然后才能做的，他把多少里面啥漏的过的，宝宝拿上的那宝宝拿嘛漏，菜呀加上去那都他让妈说呢，都骨头那么老要听那讲究啊，怎么去当炸酒袋子顶上的？